好，各位同學，大家好啊！咁呢段片咧就講呢個百日維新、戊戌維新。戊戌年咧1898年，咁啊1898年咧就列強瓜分啦、門戶開放啦呢啲事情啦，咁啊即係非常之中國已經俾人哋瓜分到四分五裂噶啦，其實差唔多亡國噶啦。咁所以個問題非常之嚴重迫切。我哋仍然咧講呢一個百日維新咧，其實好可惜嘅，因為其實咧呢一班人咧，其實佢哋嘅諗法好好。但係咧，最後就失敗。原因係因為即係佢哋嘅規劃唔夠快啦，及規劃唔夠徹底啦，唔夠好啦。跟住佢最主要係佢哋冇權力啦，係啦。變法亦都過急啦，係啦。所以就即係缺乏一啲嘅政治經驗。咁所以佢就成為咗中國好多次變法失敗嘅一個嘅即係一個嘅示範。係啦，咁我哋亦都係從呢一個背景、內容同埋隔離，我哋講影響、失敗原因、背景影響背景同埋內容同埋失敗原因三方面去討論啊。好啦，咁首先我哋講背景先嗱，背景呢5點，你本書即係打開本書205頁開始睇。首先民族危亡嗰度啦，即係你唔能夠每次都講翻同一堆嘢嘅，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唔能夠由鴉片戰爭開始講起，咁你可以講少少嘅，但係最主要原因就係你要講就係洋務運動嘅失敗、甲午戰敗、列強俾人瓜，即係列強瓜分嗰個情況。最緊要就係講到啲馬關條約啊，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咧有亡國嘅危機，因為已經俾人瓜分啊嘛。所以就即係要出現一個更加全面徹底嘅改革，係啦。一定要講翻當時嘅一啲嘅歷史事情。咁跟住明治維新嘅啟發啦，就係哇即係甲午戰敗嘅時候，日本打贏中國幾咁震撼。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只係用咗短短幾年嘅時間，就徹底改革咗人哋嘅政治制度同埋呢一個嘅社會啊教育方面。咁所以啦，我哋嘅洋務運動係不得不承認我哋係失敗。咁所以有啲有識之士更加主張認為咩咧？係要明治維新咁樣，咁就要效法佢哋用維新。咁所以我哋叫維新。但係其實咧，即係呢個維新咧講嘅就其實係君主立憲同埋一個更加徹底嘅改革。更加徹底嘅改革。君主立憲呢度個概念上面，我即係提一提大家就係咩咧？君主立憲同埋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就咁即係喺個外在上面改革一啲嘅軍事啊、經濟啊嘅一啲嘅做法。但係君主立憲咧係一個政體嘅改變。咩意思咧？就係以往就皇帝制度，咁皇帝制度皇帝話晒事。君主立憲係咩咧？就係君主係受到法律嘅限制。用憲法去限制君主，理論上君主係冇咩權力嘅，係啦，佢只係一個嘅象徵嘅啫。一個即係一個地位嘅一個嘅虛君咁樣嘅。咁真正嘅權力喺邊度咧？喺個憲法嗰度。而憲法咧通常就會即係成立一啲嘅國會啊，俾人民眾選舉啊，即係比較西方嘅即係類似英國嘅西敏寺制度啦。又或者喺日本咁，你見到有首相咁樣，咁其實日本都有天皇啊嘛。咁係呢一個咁嘅諗法。咁但係中國最後冇實行到嘅，冇實行到嘅。OK 所以就係啦，呢個咁嘅情況啦。明治維新跟住之後咧係啦，明治維新嘅啟發。好啦，第三點就係呢一個西方思潮嘅影響。西方思潮呢度咧就講啦，西方嘅傳教士啊，林諾茲啊、李提摩太啊，咁寫咗好多版報啊、寫書啊咁樣啦，係啦。當時咧就即係嚴復咧，亦都翻譯咗呢個《天演論》，又講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啊。呢8隻字好勁，點解咧？就係佢講緊嘅就係我哋中國，如果我哋再唔改革，唔能夠適者生存，我哋就俾人淘汰嘅啦。咁所以當時咧就促進咗呢一個維新嘅思想。咁林諾茲就創辦咗《萬國公報》啦，即係一個國際法，係啦，即係大家了解咗更加多西學同埋國際事務，係啦。呢個就非常之重要啊！仲有嗰啲咩丁偉良啊嗰啲人跟住另外維新派嘅倡導啦，呢度就講下嗰啲嘅立報啦。但係你喺講呢度之前，你亦都可以講公車上書，就係1895年公車上書。公車上書咧，就當時就咩叫公車上書？你大家可以打開208頁嘅書噶啦，208頁。講緊就係1895年嘅時候上京赴考嘅嗰班士子、嗰班舉人，1300幾名，係啦。即係主要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佢哋即係寫咗18000字嘅上書信，就俾呢一個嘅光緒帝，就希望咧佢要求佢咧就佢和遷都變法練兵。點解？佢就話用咗2億兩去賠款俾人，不如用2億兩去練兵好過啦。
係嘛？即係日本打唔到過嚟嘅，我哋遷都去西安，係啦，咁啊佢哋就打唔到過嚟㗎啦，我哋去咸陽嗰度，係啦，咁公車上書點解係公車？因為即係以前即係漢朝嘅時候上京考試咁就有免費車，咁啊有公車搭嘅，咁啊公車就只係馬車定牛車咁樣嘅啫，啊就唔係嗰啲真係即係汽車嗰啲啊，係啦，咁啊即係要留意，唔係嗰啲公交車啊 ，OK， 咁啊講講公車上書。咁啊，公車上書嗰度要講嗰啲維新人士嘅倡導啦。咁另外就係康有為就著書立說啦，就寫咗幾本書啦，就係即係你要製造個輿論啊嘛。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係啦。咁啊當時咧，其實即係光緒帝啊，得到佢師傅翁同龢咧，就即係俾佢睇咗幾本書，佢就覺得啊，係時候要改革。咁啊，另外就梁啟超話變法通議啦，咁啊講呢一個點樣變法啦。咁跟住另外後邊嗰度咧，亦都要講個立會辦部，即係組織強學會啦。跟住喺上海就有時務部啦。咁跟住發表變法通議啦，1896年。咁呢啲都好緊要啦，尤其梁啟超，因為咧卷2都會考嘅，係啦。咁啊，你呢度要具體啦，因為個個都寫到啲具體嘢。咁跟住另外就係光緒帝銳意改革啦，咁啊銳意親政改革，咁啊光緒帝咁啊即係佢都真係慘嘅，點解？即係由細到大做傀儡皇帝，真正嘅實權喺佢嘅親爸爸慈禧手上。咁啊親爸爸係一個俗稱啦，即係佢自己點樣叫慈禧啫，係啦，因為佢唔係親生噶嘛，係啦。咁啊而呢一個嘅光緒帝咧就銳意改革，咁啊佢講咗一句説話，呢度要間低佢下邊，咁啊進階學習嗰度，咁啊佢話。即係臨尾嗰幾行，佢話我不願做亡國之君，仍不給我事權，寧可退位，係啦，即係寧可退位都不甘做亡國之君。咁啊，即係你見到呢句説話好極，即係好即係一往無前啊，係啦，即係非常之即係有決心，係啦，咁所以最後就成咗一件事出嚟。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即係光緒冇實權。係啦，即係咁啊！我哋略略咁睇一睇啲內容啦。因為點解咧？因為103日，跟住之後就俾人哋廢除咗。咁但係103日200幾項嘅政制改革，咁而過程裏邊咧，其實即係光緒咧每一個政策嘅時候咧，都要同呢一個慈禧去交代同埋去請安，因為佢自己唔夠膽問，即係唔夠膽自己話事。咁啊，而當時咧慈禧就去咗頤和園，係啦，就休養緊，係啦，即係退休緊。咁最後啦，咁啊。8日維新係失敗，咁我哋講講即係209頁嗰度先。嗱，209頁嗰度咧就講呢一個政治、經濟、軍事、教育4方面。咁啊，政治嗰度啦就講講啦。咁啊，首先就裁減冗員啦、冗官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就合併一啲嘅督府，咁啊廣開言路。咁啊，你諗下啦。裁減冗官冗員呢件事，喂，其實范仲淹咪教咗你咯，宋朝嘅時候係嘛？即係你咁樣就會令到嗰班嘅守舊大臣咁啊，完全冇山路，咁佢哋只能夠去邊啊？去慈禧嗰度跪低，咁啊太后救命啊咁樣，咁所以最後咧就引發咗好多守舊大臣嘅反對，係啦，咁啊跟住另外第2.2嗰度啦，咁啊嗱呢度可以提一提就係點解冇呢一個立憲咧？因為君主立憲呢樣嘢咧支持體大。咁啊，當時即係未變法之前咧，即係光緒亦都有保留，係啦，即係佢自己雖然佢係虛君啫，不嬲都冇乜實權嘅，但係佢都想遲啲先搞，咁所以最後咧就即係直至呢一個8日維新完結都未有講君主立憲。咁啊，跟住2.22嗰度講呢個經濟方面啊，就設立咗一啲啊農工商總局啊、礦務鐵路總局啊咁樣啦，咁啊收即係其實只係洋務嘅進階版，咁啊但係改革咗呢一個嘅財政制度。要編制國家預算同埋決算等等，咁啊實行專利制度呢啲，咁啊其實咧呢一個就同洋務運動係比較有唔同嘅地方，就係比較深入啲，同埋解決緊洋務運動嘅問題。咁但係都係啦，因為維新運動咧好快就失敗咗。咁但係之後咧，其實八國聯軍之役之後咧，呢一個嘅即係慈禧太后咧，即係用翻嘅新政咧，其實就係某程度係用呢一個維新嘅一個經濟政策。咁軍事方面啊，咁就即係綠營兵就被裁減啦。綠營兵裁減呢件事又引起咗八旗兵嘅不滿，即係綠營兵即係裁減綠營兵即係兵制嘅問題啦。咁樣即係嗰啲軍隊咧，其實係唔能夠得罪，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即係清朝咧，即係嗰啲嘅軍隊其實牽涉住嗰八旗嘅利益，咁啊，所以最後咧，即係嗰班嘅旗主啊，嗰啲領袖啊，即係本來即係可以攞住有少少軍權咁樣，可以生活得好好噶嘛。咁啊，跟住之後就俾人打爛咗飯碗，最後就去咗揾慈禧啊。咁啊，跟住另外就武備大學堂啦。咁啊，跟住另外就改試槍炮，
係啦，咁啊跟住之後就停市武舉、停市弓馬技勇呢啲改使槍炮同埋學科常識，咁啊製造軍火。咁最重要就係2.24啦，嗰度咧第一個就係間低佢就係廢除八股文，佢改革科舉考試嗱。首先留意佢冇廢除科舉，冇廢除科舉啊！千祈唔好忘記，佢只係改使槍炮、改使策論，廢除八股文啫。咁啊，八股文係咩咧？就係以往就係嗰啲類似好難嘅文言文，有8個體例嘅，又要對偶，又要平質咁樣，又要用典咁樣嘅。咁啊，因為即係清嘅時候，即係明清嘅時期係透過呢啲科舉嘅越嚟越難去鉗制呢一個士人嘅思想噶嘛。跟住另外第二就係設立京師大學堂，地方設置中小學堂。嗱，京師大學堂就係北京大學嘅前身，即係一個新式嘅教育體制。咁啊，有好多唔同嘅選修科咁樣。咁啊，跟住另外就辦報啊，成立學會啊，譯書局啊，派學生留洋出國。咁其實都係洋務嗰啲嘢，不過多咗啲嘢就係改使策論同埋呢一個廢除八股，同埋京師大學堂嘅出現。咁所以教育咧亦都係比較徹底。不過可惜嘅係咩咧？咁樣咁啊，呢個鑑低佢，因為曾經出過即係 DSE 嚇，即係京師大學堂。可惜嘅係咩咧？就係最後咧呢件事就以戊戌政變為結束。咁啊，當時咧即係個啲守舊大臣咧走咗去慈禧嗰度，咁啊去頤和園嗰度跪低，咁啊慈禧就話：係時候啦，即係我哋都會即係同呢一個皇上講一講下咁樣。咁所以咧當時光緒同埋戊戌維新班人咧，其實佢哋就好擔心，即係呢個革命咧，即係呢個嘅立憲嘅運動咧，就最後會失敗。咁所以佢哋就諗住咧，就去即係去密謀咧，就去呢一個嘅即係去即係就去先發制人，咁啊誅殺呢一個榮祿係啦，亦都包圍慈禧嘅住所，咁啊即係希望可以將反對派嘅勢力咧就打擊。咁啊當時就揾咗一個即係一個軍事將領咁啊袁世凱，咁啊袁世凱就表面上就應承咗光緒嗰邊。咁就話我會揾派兵走去殺榮祿噶啦。咁誰不知咧，佢就即刻搭火車咧，就走去北京啦揾榮祿。咁啊榮祿咧就揾阿頤和園嘅慈禧。咁啊慈禧咧就即刻哇可惡。咁啊佢決定咩咧？就臨朝訓政。咁啊捉拿康有為、梁啟超。跟住另外咧捉拿戊戌六君子。咁啊將呢一個即係光緒就軟禁。咁啊從此光緒就出唔翻嚟啦。最後就死喺呢個瀛台，即係中南海。咁啊，所以戊戌維新最後就咁樣即係結束，係啦。咁而最後啦，呢一部分咧，亦都好重要係咩咧？就係戊戌維新失敗嘅原因。嗱，呢個亦都係最重要嘅，即係通常就兩個洋務加維新一齊問完之後，就問你點解佢會失敗啊咁樣。咁啊，首先我哋睇睇資料一啦。咁呢本書呢度都有，因為呢個我覺得好概括啊，佢好精準啊，香港人係啦。咁啊，佢寫得好好。咁啊，睇佢話哥哥康有為。佢話志氣太廣唔係 ，sorry， 規模太寬廣，志氣太鋒銳，包攬嘅事太多。咁啊，跟住另外咧就係嗰啲嘅志趣相投嘅人士太少。志趣相投嘅人士太少，係啦。咁啊，跟住舉措太大。咁啊，我試下用其他顏色先。志趣相投嘅人太少，跟住舉措太大。咁啊，跟住之後出現咗好多嘅呢啲咁嘅反對勢力。而最重要係咩咧？呢個我就要再用。就係皇上冇權力，係啦，皇上冇權力。咁所以啦，嗱，如果我就咁問你呢一則資料嘅時候，你就識得分段啊，去分析翻究竟發生咩事。首先，維新運動嘅力量比較薄弱。咁啊，首先慈禧啦，就先至係真正有實權嘅人啊嘛。咁啊，其實當時咧呢一個嘅光緒只係掛名皇帝嚟嘅，係啦。咁而康有為、梁啟超咧，亦都官職卑微，得6品嘅啫。咁啊，所以咧基本上就係佢哋所做嘅政策咧。大家嗰啲官員都觀望緊，係嘛？即係係咪行得咁快？係咪真係咁盡心盡力去幫呢個光緒咧？唔係，係啦。咁啊，佢見到對自己冇利嘅時候，就去咗轉投呢一個慈禧。咁所以呢個維新力量薄弱係真嘅，係啦。咁啊，跟住另外反對勢力大啦，因為牽涉咗好多官員嘅利益。咁啊，例如咩咧？例如嗰啲嘅即係科舉嘅改革啊，官員官制、軍事嘅改革。咁所以最後咧，嗰啲守舊官員咧，同埋即係呢一個嘅洋務大臣啦，即係舊嗰啲啦，咁同埋咧慈禧就連成一氣嘅反對勢力，係啦。咁啊，跟住之後就亦都有啲人咧就怕俾人炒啦，同埋反對八股即係被廢啦。咁所以咧就開始咧就挑動咗呢一個滿漢權力
嘅一個嘅鬥爭咁樣係啦。咁啊，所以最後啦就一定失敗。咁啊，如果你想知道嗰啲人物嘅話咧，你可以睇下嗰啲嘅後黨，例如李鴻章、張之洞、榮祿都係後黨嘅，係啦，即係佢哋都反對呢一個嘅即係維新變法，係啦，因為佢哋都唔同意。係啦，咁啊，跟住另外就係推行過急啦，103啊，200幾項措施，咁啊，隔離嗰度寫住急於求成嘅，你見到213頁黃色嗰度。我話康有為上書嘅時候講話，守舊不可，必當變法；門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啊，要全變。咁啊，所以最後就失敗啦。咁啊，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咁啊，呢度就要直背嘅，要背多少少，係啦。咁啊，因為經常都會出。咁好啦，嗱維新運動係比較可惜啦，因為在上者無權，咁你要揾例子去證明嘅，其實係啦，即係譬如佢即係點樣冇權法啊咁樣，即係佢每次決策嘅時候都需要向呢一個慈禧請安，係啦，咁啊真正嘅實權喺慈禧度，咁呢啲都要即係舉例，係啦，咁最後103日嘅變法就告終，係啦，咁片就去到呢度，咁即係如果你有問題咧，可以即係上堂就再問莊 Sir。係啦，咁多謝各位。